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Jangan.
真欢喜，佮甲大家见面。嘿，咱在伫个礼拜进前，咱做伙来吟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天地恩典真正大，日日来一转，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也有存。好在下间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定较因带，互咱阮等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路开声吟诗，好天地隆重。三更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你有感受到无？有无？来，甲恁边仔的人讲，天地恩典真正大。对，哈利路亚！咱逐工拢知影，天父咧引带咱，咱搁做伙来唱，若方便咱徛起来。天地恩典真正大，日日来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也有存。好在下间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定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路开声吟诗，好天地隆重。三更欢喜，天地恩典，天地恩典，哇，日日来引带，无论风雨也变静，伊拢在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也有存。好在下间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路开声。有遮尼大，咱就路开声吟诗，好天地隆重，三更欢喜，伊着较因带，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路开声吟诗，好天地隆重，三更欢喜。伊着较因带，互咱
过来，咱来唱这首《深深爱你》，是在圣经上有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一心心目的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心全意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越困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阮一个水的主日，阮带着欢喜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你是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有慈爱甲公义。感谢你伫过去的一个礼拜保守阮，无论生活中有大的风影，也是平静，你拢在引带阮的脚步，互阮到家的稳定。感谢主，你听阮，你的听比山较悬，也比海搁较深。阮要来到你的面前，单纯的找求你，听探你的声，搁较深的来听你、爱你，阮的上帝。求主陪伴阮的心，互阮放下一切的忧愁甲烦恼，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今仔日的礼拜充满你的荣耀甲同在。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真感谢主的恩典哦。咱今日真好的天气，会当一只礼拜。感谢上帝，和这个气象局哦所公告，这个30几年来上大的风台，会当为咱台湾安尼闪边安尼射过吼，又小可偏北去安尼，咱的伤害袂到真大。伫遮来感谢主，咱这台湾真的是宝岛，互咱感谢上帝。也通过安尼，互咱伫信仰的顶面，着搁较着敬畏上帝。大自然的力量，绝对毋是人所会当掌握的。伫遮甲咱分享，咱备办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福音静声。
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伊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来学乐感谢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当圣神伫我心，我要学乐，为我是大悲王。当圣神伫我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大悲王。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大悲王。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大悲王。着感谢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悲王。当圣神我的心，我要学主，亲像早时大悲王。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悲王。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悲王。我的心在追求着爱主，我是大悲王。我是敬在的心，我要敬拜伊，亲像早时大悲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悲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悲王。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62。启应文第62。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易，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
伊反转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这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全能主上帝，我要用敬虔、搁诚实的祈祷来就近你。对主的大慈悲，自入阮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尊重你、服侍你，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至圣的主啊，阮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阮若要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至悬的主啊，你是拯救阮的，阮要倚靠你，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阮的快乐，是阮的诗歌，伊也诚侪救阮的。至尊的主啊，帮助阮伫教会生活中，互阮会结侪果子，安尼来互爸得到荣耀，也互阮诚做你忠实信徒。帮助阮伫心内坚固阮家己。无摇动，常常尽力做主的工，因为阮知伫主内所做的工，拢无空空。阮深信，亚善的伊予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因的快乐，互阮学习着温群做工，无贫惰，心智火热，服侍主。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恳求主，互阮会记得，毋是看见光才往前行，而是往前行才会看见光。当阮咧认真去做听的教会时，阮的手所做，阮的所有服侍，阮的分享。拢是因为主耶稣的疼，拢是因为主耶稣的疼，阮所有的奉献、服侍才有意义。照圣经犹大书劝勉阮的，就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真道顶面，就靠圣神祈祷，就踮伫上帝的疼保守家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圣歌队带咱来学习上帝，因要吟的诗，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
共读上帝的话，圣经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就照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互相服务。我阁读一遍：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就照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互相服务。第二位的圣经伫《使徒行传》20章35个尾节，《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的尾节，就为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搁一遍。就为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讲到本堂林牧师要用服侍甲分享中建造听的教会来证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度过这个风台。伫昨风台天的中间，毋过伫咱教会游园也有遮的服侍。伫暗时也遮的圣歌队员游园来到伫中间，伫遮来锻炼诗歌。也有主爱餐的姊妹伫遮来咧备班。愿主保守咱每一个人，互咱无论是出日也是落雨。是好天，也是风台天，互咱拢心存感谢的心，因为日出也是落雨，拢是咱人也遮的大自然所需要的养分。伫诗篇62篇第8节，诗人有一句话安尼讲，伊讲：万民啊，着不时挖克伊，对伊透露恁的心情。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爱会记得，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代志，无论咱的人生境遇是甚物，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互咱常常来到伊的面前，来向伊透露咱的心情，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的圣名，因为你是值得阮众人、值得阮万民来尊重的主。感谢你拯救阮每一个人对黑暗进入光明，互阮的性命也有更新换新的机会，互阮无阁互过去的黑暗受伤。无好的经验来束缚阮的心灵，互阮常常向主你来透露阮的心情，煞会当来得到安然，得到自由，得到信心、望仁爱。求主帮助阮，透过一场的礼拜，阮的人生、阮的灵命来得到提升，互阮若甲主你结连，伫礼拜中间。阮得到最的亮光甲启示，互阮的生命有向前行的快乐。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带圣歌队甲咱会众所吟的这首圣诗，伫圣经内面，其实这是咱新圣诗内面的一首圣诗，187首，真好听。简单、佮明了，佮互咱真容易来解记。这首我讲安那，讲伫圣经内面有记载3项事，是倒3项事？就是爱有信心、
然后5望仁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仁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教会是一个互上帝疼，这份疼咱忘袂着，总是教会是要互这个忘袂着的疼，会当来看到的一个所在。教会是一个让耶稣的爱摸不着的这个爱，能够落实在教会，让众人看见的一份爱。所以教会上重要的，基督徒上重要的记号，就是彼此相疼。群体有疼，才有平安。主耶稣讲：“恁若相疼，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咱用华语做伙来读，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咱要互众人来认出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记号是什么？就是相疼。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嘛讲，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疼，甲做好事，咱着爱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这个彼此相疼、互相关心，是圣徒相通真水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彼此甲互相。是人甲人之间关系的互动建立甲结连。人伫一个群体中间，人甲人的关系中间，其实人伫这个中间要看见家己。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人不是在孤岛当中来生存的。人若伫孤单，或者是干那家己的人。拢无甲人接触的这种的情景的中间，人真容易破病。人必须爱甲人有一个互相彼此的一个关系，无论是甲厝里的人、甲你的朋友、甲你的手足，或者是甲教会的兄弟姊妹。所以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要看见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搁较认捌家己，认捌上帝。加尔文神学家伊认为，人若哪认捌家己，也会哪认捌上帝。人若哪认捌上帝，就会哪认捌家己。兄弟姊妹，咱感觉咱有认捌家己无？我们有没有认识自己？然后咱感觉咱有认捌上帝无？伫6月底迄个时阵，我有到新竹圣经学院去参加一场艺术灵修的研习会。什么叫做艺术灵修？我嘛感觉做好奇的，所以我伫参加伫中间有一个体验。迄个老师伊用画图的方式，叫阮每一个人分迄个白纸互阮，然后有一个题目，叫阮爱画。对你的画图的当中，你去觉察自己。伊无甲你设限，讲你爱安怎画，互你真自由来发挥。哇！我足久无画图，我嘛袂晓画图所以咧画伫中间，就回到很多咱细汉的时阵，或者是咱生命的历程的过中间。那伊就是用这个互你足自由的方式，伫遐自我省察、自我发觉、自我察觉，咱是啥物种款的人。所以伫迄中间，我嘛咧问家己，我敢真正认捌家己？或者是咱敢会当勇敢去表达家己吗？伫迄场的灵修研习的中间，有20几个人，其中有牧者、有中级、
也有一般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爱讲话，好透过你话图爱分享，家己分析家己，你这条图要讲什么？哇，这是真大的课题，因为你无时间去准备，你就是直觉性的爱将你自我发觉你家己的这个家己分享出来，所以我感觉真趣味。嘛爱真勇敢伫中间，甲兄弟姊妹、甲牧者彼此伫遐来分享。毋但分享家己，咱阁听别人安怎分享伊家己。伫即个中间彼此来学习。所以一个人若会当哪认捌家己，咱就会当哪认捌上帝；也哪认捌上帝，咱就哪认捌家己。伫教会。信徒彼此之间互相关心，彼此相听，就会互这个所在有一个吸引力，就会有一个吸引力，会互人愿意留伫这个所在。毋但是来，阁会当留来。毋茫咱笃行教会是一个大大细细的人，拢欢喜来到的教会。原因毋是因为咱有真舒适的礼拜堂。嘛，毋是咱有好听的音乐、好的礼拜气氛，即个大大细细拢意爱留伫即个所在，伫遮来敬拜服侍，是因为咱即个所在有听。有一句话安尼讲：囡仔伊袂留伫一个真铺有豪华、无止境供应物质的所在。总是囡仔，伊会留伫一个有听的所在，因为囡仔伊的心真单纯，伊要直接感受的是人有对我有友善无，人有听我无，毋是要得偌济，而且会讲密。所以小朋友他不会留在一个豪华的地方，但是他会留在一个有爱的地方。这就是咱对咱的主日学，咱嘛会当看到的。咱敢知伫咱的主日学？自旧年开始，伫咱的中间，有遮个社区无信的囡仔，今日捌伫咱的教会，透过咱教会兄弟引带带领，伫内面有一两个，因的厝人拢毋是信主的。检采，咱会感觉真少，总是袂要紧，慢慢啊，互囡仔互相来影响，伫咱的笃行教会伫遮来留落来得到信仰的起造，咱就渐渐看到伊对一个囡仔，到伫少年、青少年，到伫伊中大，诚做咱服侍的当工。咱要怎样互主耶稣会听，会当来诚做一个实际，会当互人感受到会听呢？就是透过伫即个群体中间有服侍、有分享。所以透过服侍分享的行动，互人会当感受到这个所在有听。因为服侍甲分享，拢是人内心对上帝有这个领受、有这个感谢、感激的情怀所表达、所展露出来一个具体的行动。要诚做一个服务服侍的人。甲诚做一个愿意分享的人，其实毋是遐尔简单，因为人的本性是干那顾家己，是自私自利，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做出一个互咱上大的一个典范，就是看到耶稣伊怎样牺牲拍破伊的性命来分享伫即个世界。所以有服务，才有福音。咱毋通想讲来教会就是干那讲即个圣经，干那讲真道的话，人就会信主。其实人所得到是对你的服务的态度、服侍的态度，对遐一步一步来感受到即个群体有啥物无共款。所以福音毋是长在嘴巴里面。福音
是伫服侍甲分享的行动中间，将耶稣基督的疼来甲伊表现出来。关系服侍，伫今仔日的经文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请。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就照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互相服务。恩赐的目的是甚物？这段经文甲咱讲，就是要互相来服务。恩赐的目的是互相服务。上帝赏赐互咱每一个人的心上，至少有一个恩赐。我们认同吗？来，你想看嘛？你家己心上，至少最少嘛有一个会当贡献出来服务人的一个恩赐。每一份恩赐甲你的才能，拢是上帝疼的礼物，甲一个托付。所以伫咱的恩赐的中间，咱若互相伫遐分享服务，就形成一个服侍的一个过程甲行动。台语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歹马嘛有一步踢。意思是讲，条件无好的马，当伊拄着危险的时阵，伊嘛会使出安尼这个踢的这个招数，伊嘛会要保护家己。所以，若用伫人的心上来讲，就是讲，就算咱感觉咱无够野，条件无够好，总是咱伫某一寡的时刻、关键的时刻，或者是特殊的所在，咱嘛会当来发挥开力。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真有效。咱每一个人的心上，咱来想看卖，来敲找看卖，你会当贡献出来，分享伫教会中间，上帝伫你的心上已经下了一个恩赐。所以，伫一个文学家伊安那讲，伊讲没有人是没有用的，只要他能减轻别人的重担。只要他能减轻别人的重担，他就是有用的。检查有时，咱互相协助、配搭、关怀、倾听，这拢是咧减轻对方的一个担。的一个表现，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功能。所以恩赐是上帝所赏赐，是一个疼的礼物，嘛是一个疼的托付。恩赐包括真侪种，包括什么？有的人真够听人讲话，有的人真够陪伴人，有的人真够安慰鼓励，嘛有人真够探访关怀。教导劝勉，某人真够治理计划传福音，某人真够接待人。所以这种这恩赐等等，拢是上帝所欢喜，咱会当用伫教会的中间。所以恩赐的目的，毋是为着要家己的利益，是为着别人的利益来存在。然后来荣耀上帝。经文讲，恩赐爱互相来服务，互相服务是一个真水的画面。咱看到耶稣为着伊的学生安那来洗脚，所以伫这个互相服务的过程中间，检查咱嘛会发现人的差别、想法、观点、特质、能力。个性等等拢无共款，伫这个中间彼此学习配搭，彼此帮助，用包容、谦逊、吞忍、用听，互相彼此相款待。上西恩赐，若用伫听的内面，伊嘛会当产生一个真大的影响力。如果咱的恩赐，毋是为着要来服务、服侍来存在，然后这个恩赐伊就会失去伊存在属灵的本质。来，这段话咱做伙来读，请来。最小的恩赐，若用在爱里，
也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如果不为他人服务，恩赐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属灵本质。所以恩赐，如果咱也无听，咱的恩赐，咱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能力而已。总是咱来用听，真做出发点来发挥咱的恩赐，互咱的恩赐伫人群的内面，伫教会、伫团体、伫社会、伫社区来发挥起造造就的功能。那安尼，这个恩赐，伊就会当发挥属灵的一个本质。关系分享，今日使徒行传20章35节，主耶稣安那讲？伊讲啥物？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来，咱做伙来读。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也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分享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什么是分享？就是分出自己享有的美好，互别人嘛，甲咱同款，做伙来享受。伫教会内面有真侪兄弟姊妹，其实因真够分享。譬如因若做啥物物件，因若有啥物物件好食，就摕来教会，甲兄弟姊妹分享。所以这就是一个分享。伊认为，伊感觉上好的，伊感觉互伊真欢喜的，伊嘛愿意摕出来甲别人分享。所以这个分享其实嘛，毋是干那伫分享食物物质的顶面，嘛有伫情感、经验顶面的交流。分享是一个快乐，会互一个群体，会互一个关系创造出疼、温暖、喜乐的快乐。所以伫教会中间，若是有搁较侪分享的行动甲展现，就会有真侪欢喜的气氛，甲疼的一个结连。伫遮咱进一步透过服侍甲分享，咱嘛来思考，教会会当长大、丰盛、富有，而且的原因是甚物？教会毋那是干那伫即个建筑本尔，教会意思是人甲人做伙，伊就形成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咱敢知为教会其实是伫人的厝中间来举行礼拜。最近我有机会到伫一间叫做关爱台福教会，伫遐去熟悉迄个教会牧师、牧师娘。我嘛看到这间教会是一个开拓的教会，伊是徛起伫什么所在？徛起伫一间厝内面，用客厅诚做因聚会的所在。那安尼讲起来，比起来，咱是毋是足舒适？咱伫一间真宽阔的所在，伫遮有圣歌队献诗，带领咱吟诗，有钢琴音乐、水的音乐，伫遮互咱全体的礼拜，感觉真舒适。总是咱会当知，为教会因是伫一个真矮客的所在，伫一个客厅，伫遐牧师娘甲我讲，当因人数差不多会当前20-30个人，就感觉真差不多。总是有时礼拜人嘛会到40-50个，到40-50个人要安怎？哇！有时伫初期的时阵，因就爱接龙，默契上面可能到30个就停止，有一个默契，剩出来的时阵，检查有人就袂当伫迄天来做礼拜，因为钱袂落去。所以咱感谢主，咱看到过去的前辈因的努力。起造咱独行教会，互咱有今仔日这个光景，总是接续咱重要的任务甲使命，就是咱要怎样，互咱的教会诚做一间会当分享，伫服侍甲分享的中间来起造疼的教会。咱是不断伫咧经营。互教会头前行，毋那是会当向前行，伊阁会当健康来长大。
到底一间教会要得到兴起、长大丰盛，有啥物种的原因？真侪专家、神学家，拢伫咧研究、思考、分析、探讨，也伫我牧会的经验观看、分析的中间，原因其实就是包括伫今仔日咱经文所讲的。温素会当互相来服务，然后阁会当慷慨来分享。分享毋是干那分享哦，阁会当慷慨。心腹是宽的，是无计较付出的代价。所以想看觅，咱来想看觅，伫咱独行教会内面有遮尔多的信徒，咱每一个人。是毋是有清楚来了解家己的温素，然后确定咱遮的温素拢有着伫互相服务、分享的功能目标伫遐内底努力，互相服务有即个关怀陪伴兄弟，包括阁有招呼新朋友，阁有带领新朋友食爱餐等等。这拢是一个人礼拜到伫教会，伊感受到这间教会的初步，嘛是决定伊是袂想阁继续留落来真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伫教会中间发现，咱嘛有真侪的兄弟中集，真够招呼遮的新朋友，嘛甚至引带因到伫下面去食爱餐。所以，毋茫咱会当展现咱是一个主人，安尼的一个热情来招呼新朋友。所以，咱来想看觅，咱嘛来进一步想看觅，咱教会的中间，咱拥有什么？然后会当来分享伫社区、伫正教会、伫咱的会友的中间来成做一个祝福。咱来想看觅，听讲咱过去，咱的教会嘛有遮个青少年捌去短宣，是毋是？去短宣，所以这个宣教，就是一个服侍分享，要操练一间教会真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宣教就要培养咱，毋是干那顾家己，咱顾别人；毋是干那想家己，咱去想别人。这是一个计划甲策略，一步一步伫咧引带人，迄个分享的道路去实践。伫即礼拜，对7月6号到伫明仔载13号，伫即个礼拜中间，咱教会有陈牧师，阁有正业长老梅玲姐，到伫韩国三一教会，伫遐来参加因当地的一个短宣。毋那干那去短宣尔，因伫迄个所在也受造就，有透过礼拜、聚会、祈祷会、小组的分享，伫遐彼此有信仰的交流，然后彼此激励、彼此连结，到伫灵东迄个所在，伫遐来宣教。无信主的人伫遐来传福音。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就会催促着你去思考一个问题：我要怎样成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咱毋是干那做礼拜，我们可以起而力行，然后要怎样为着这个福音的事工来献上、来实践、来付上代价，兼且带着一寡的牺牲、奉献伫迄个中间。所以要推动宣教的教会，前提就是以服事跟分享加做一个基础的点，需要付上代价。总是咱来问，咱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吗？所以伫上帝国的这个丰盛的法则是什么？路加福音第6章38节，咱做伙读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就互人上帝就会互恁，伊话字个摇，互伊扎个扭到满满，倒落去恁的衫被。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伫遮咧鼓励咱爱慷慨来分享，因为上帝伊要用丰盛的这个牛气来回报给我们，稳定祝福，这个丰盛是会超过咱所求所想。最后，咱来想教会的永续经营需要传承的是什么？教会的永续经营需要传承的是什么？如果咱传承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它会老旧；如果咱来传承制度观念，这个制度观念嘛会对时代必须要有改变甲更新。咱若传承一场的礼拜仪式、长老会的传统，礼拜若无活命，礼拜嘛会死。所以，到底一间教会永续经营，伊需要传承的是什么？就是福音的使命。伫这个福音的使命内面，有侪信徒水的军队耶稣基督的脚者，特别是遮的长辈的脚者，拢咧做互遮的少年仔看。信仰真侪时阵无法度用喙教，信仰真侪时阵是榜样，行出来，互人来跟对。为什么耶稣伊要甲学生讲，恁着彼此相听？因为伫迄个时阵，学生因伫遐争论，什么人要坐大，什么人要坐伫耶稣的边啊？什么人要最大嘛？伫遐咧争论、咧争辩、咧相争。所以耶稣甲因讲啊，恁着爱彼此相听，唔通安尼相子，不要这样争，不要争竞。然后耶稣伊为学生洗脚，就是用安尼的模范，互学生去感受到伊的疼，来跟对伊，诚做一个奴仆的款式来服侍、来服务。所以伫教会中间，嘛是用安尼，咱每一个人用咱对主所领受的疼，照咱的本分，甲照咱的感动，来甲伊自然流露出来。伫家庭的中间嘛是安尼，咱的囡仔、咱的世世，伫咧看咱怎样来敬畏上帝，怎样来遵守上帝的诫命，怎样来听上帝，怎样来诚做一个服侍的器具。所以，伫一间教会，伊更较爱传承的是这个福音的使命。有军队耶稣基督水的脚者，有人愿意牺牲奉献，有人真爱服侍分享，才会疼心美善的作为，然后阁有信心的见证。伫遮活出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检采伫即个世代、社会。世代的变迁、的改变，会交替，世代交替，总是只有人对耶稣基督的疼，也只有基督的疼，伊会当一代搁一代来传承，搁活出来。所以伫遮咱所要传承的，毋是干那只会看会到的物件，搁较重要是咱对耶稣基督的疼。咱实际伫即间教会中间，伫遮来分享，伫遮来服侍，
互真侪特别对囡仔到青少年，因目睭眼睁睁看着有一群值得因来学习遮个水的脚迹，互因会当代代来传承，代代将基督的性命甲伊的疼来甲伊活出来。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活伫活命真理的中间，也常常来思考，主你有互阮什么？你伫阮的心上下落什么种水的温素，互阮来超找发觉，然后阮愿意将这个温素来服侍、来分享。检彩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才能，总是主你无看轻。只要阮用听的心来将这个细细温素才能来用伫听的事的中间，来用伫听人听教会的心上。主啊，这个温素伊就要发光，伊就要成做上帝，你所要使用，要发生一个真大影响力伫一个团体中间。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也引带阮来思考，伫阮独行教会内面有甚物值得来分享的，通互社区、教会界、兄弟姊妹、邻群的中间，因为阮独行教会来得到生命的祝福。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来回应，请起立吟全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予我。敬我比美小看的人，予我甲伊君王。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小酒稳定那为下浸，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神圣洁福音，心为平安主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诚心感动那为遐夸。予我深知过时，承受福音心受感化，生命我心坚定。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白镜诚心上为伊的，至圣至冠至大，尊贵永更永远无替。
哦咯，伊命无煞，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真济，即条来奉献，病因执事甲秀珠执事来书献。报告大仙，咱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本周的金句，着会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互人会比领受的较有福气。使徒行传20章第35节，来，着会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互人会比领受的较有福气。使徒行传20章35节，着会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互人会比领受的较有福气。使徒行传20章35节。咱即礼拜的聚会表甲事奉表，请咱兄弟家己斟酌看。若有拄合袂好势，咱会记来办公室请假。看周报的第4页，咱本会消息。第一，咱礼拜有爱餐，感谢美凤执事的准备。餐后请美名甲运电小组来协助收拾。第二，咱要开始进行教会上半年度的普测检查。请咱财务部各团契会长将恁的校铺准备好
交到伫办公室，由今年好会选出的查校员离婚制甲家庭制来检查。第三，咱教会租用二中的停车场对7月份开始，咱要搁续租1年，请兄弟为着停车场1年8万块的租金来奉献。第四，咱为着咱的牧师甲正业长老因伫韩国的宣教还学习祈祷，因伫7月13会返来台湾。第五，咱即个拜三祈祷会要为着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代祷，欢迎咱兄弟参加。第六，后礼拜日是文艺传道奉献主日，咱教会安排迄个广播社伊派陈英竹牧师要来主持礼拜请安甲募款。第七，后礼拜日12点半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定期中集会，请中集致意参加。第八，咱伫8月16，咱甲咱的姊妹教会咱要有联合礼拜，咱迄个主日咱要坐游览车去东宫去因的山顶遐甲因做伙礼拜。这报名已经截止啦报名已经截止，拢总有应该有131个人报名啦主日有26个，咱的兄弟有101个其中有25个要家己开车过去的第九，咱新安宫的读经本已经来，请去办公室家己领取。咱第三季圣经分表嘛拢编好，有需要兄弟，请你去办公室摕。较要紧，你若会当参与伫内面的事项无论插花、交通指挥还是音响控制你若有意咱甲办公室讲一下，会当甲咱安排参与伫教会的事项。第11，咱全教会4年的读经计划这已经到伫明年就会当甲新规约要读一遍请咱家己注意。关怀协会的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教周报第5页，来团契甲小组的消息。主日下午11点，你伫4楼副堂有亲子悄悄乐请咱报名的小朋友甲家长来参加。青少年团契伫下午11点20 5楼副堂因有举办即个击剑介绍咱即个黄允恒有在参加比赛，敢若拢摕第1名的台中市摕第1名的即个黄允恒要甲咱介绍这是西洋剑啦咱若有趣味的会用去听第三少年团契伫即个礼拜后，咱爱餐了后11点40伫1楼副堂聚会啦是一个举办即个医学讲座特别邀请这台病院李明仁医师来专讲伊即摆人已经来伫遮对礼拜咱等者咱会当来参加踊跃参加兄弟团契、社青团契、妇女团契的聚会这咱家己详细看。第7点四海读经伊即个报名情形参加的情形，请咱家己详细看。等一下咱来举行即个7月份受请的庆生名单老伊啦无要紧，你若是7月份的等一下拢会当来领即个生日礼物啦咱来看周报的第6页集体关怀这特别报告咱进前伫咱教会的社宿玉长老伫6月30蒙主稳调又定8月初1要伫西顿基督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为着遗族来代祷。其他遮的集体关怀，等者要来请林牧师来带咱祈祷。教界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周报的第7页有顶礼拜的报告，奉献做领袖。若有错误也是漏顶的，请你免客气，向咱的财务长老林主座来反映。下面咱来
庆生吼。咱这7月份生日的兄弟吼，咱起立咱来甲伊唱这个生日快乐歌。请咱的同工把生日礼物送互伊。唔知有人7月份生日无摕到生日礼物的无？是我举手者吼，咱招待同工会送互你吼。好，无咱请林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具体关怀祈祷。今仔日咱中间有一位何怡芬姐妹，好，欢迎，来，请起立，我们给她拍手，好。怡芬姐妹吼，过去阮伫泸州教会伫遐牧会，伊顺住伫泸州嘛，有到伫泸州教会吼，没有想到在台中相遇了吼。好，欢迎，咱刚有其他，好，咱这时阵咱做伙来祈祷吼，来代祷。大先，咱为着伫即个时阵，伫韩国的陈牧师、罗长老。美玲姐妹伫，咱来为因代祷，互因伫这几天伫迄个所在有真好的这短宣的学习。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咱嘛为着谢淑玉长老的遗族来祈祷，咱嘛为着儿童主日学夏令营的筹备来祈祷，来为着咱的青年。暑假的生活来祈祷，也为着咱的中间有遮个身体欠安、病痛的兄弟，咱为着因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要将阮每一个人所看路、所忧苦、所担当，或者是为着人的艰苦。因若心感觉到背叛的人来祈祷，主愿来到伫你的面前，我要为着这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一个一个换手伫因的身上，互因伫这病症的中间，检测有人伫咧接受治疗。伫这我要为着赖陈锦姐，我要为着嘉诚兄。为着龙通、慈惠姐、武库兄、苏成、淑华、明月姐、秀玲长老、玉秀姐、金明兄、婚妮姐、北红兄、郭聪明牧师、丁丁，侪侪遮的兄弟，有时是因年老，有时是因无着身体的变化的艰难。主，我拢来到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纵因的。心智，互因伫病痛的中间悠远倚近上帝，因为只有主清楚来了解明白因所承受的痛苦，求上帝你看顾。伫遮我嘛为着谢淑玉长老的遗族，恳求上帝你安慰因的心。谢长老过去伫独行教会做美好的工，你煞伊的劳苦。求上帝，你也扶持帮赞遗族的心。伫遮，我也为着伫即礼拜到伫韩国的陈牧师、罗长老、美玲姐，因伫韩国迄个所在一礼拜外的短宣，伫遐的学习，伫遐的传福音，种种伫遐的付出，愿恳求上帝你来帮赞因。的身体、灵魂拢得到健康，伫遐有满腹的学习、欢喜，有传福音的这个热情，带转啊伫阮的中间来甲阮分享。感谢主，因为宣教的困难实在伫主上帝你，源头嘛是来自你，恳求你来看顾
也互阮的教会兄弟姊妹也有传福音的心志。主伫遮，阮也为着儿童主日学，要到伫东宫教会所举办的夏令营交流、生态音乐的交流，献上阮的恳求。阁有阮全教会要到伫遐的礼拜，求上帝你照你的应允，也照你定着，这是一天是美好的一天，互天气、气候拢得到上帝你完全的保守，互阮用欢喜的心来等待，打就开始准备。阮也相信主你所定着的日，的确有你定着美好的事要来发生。主，阮恳求你，阮也为着侪青年，这暑假的期间，因放暑假，侪这的行程的安排，特别阮也为着伊遮伫草屯疗养院的实习。主啊，你也帮助伊，伫遐有好的学习，出入拢通得到平安。阮为着每一个遮的青年学子，互因的暑假过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假期。愿恳求上帝也保守看顾阮的独行教会，对伫囡仔主日学到伫青少年的团契，互阮的青年囡仔的遮的世代，一个要互主力来兴起，互因会晓存敬畏上帝的心，伫细汉伫教会受到好的遮的培养，伫家庭有好的信仰的遮的传承教导，帮助因的性命健康来得到长大，伫信仰顶面也健康得到长大。愿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所侍奉、所分享的，互阮做伙来起做一间听的教会。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个时阵做伙来行平安日，做伙吟。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对待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来吟煞尾篇的圣诗，圣诗541首，将听传出去。咱这首诗歌要吟2遍。将听传出去，传到咱的家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唔通丢拄，快快乐乐团圆。听着分享，唔通放下，把握机会传出去。这样传出去，
传到街头家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家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唔通丢丢，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唔通放下，把握机会传出去。咱着欢喜分享，热心服侍，做伙去做听的教会，但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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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定格了后，才来离席。